94岁国宝级台语歌手文夏，初六暗时伫困梦当中过身，家属目前决定要使用基督教仪式来解烧丧。公司台语台伫4月17暗时10点，也会播出宝岛歌王文夏演唱会，邀请所有观众朋友做伙来怀念伊的歌声。宝岛歌王文夏初六暗伫困眠当中过身，享其寿94岁。家属透过台湾优质生命协会对外联络，目前决定采用基督教仪式。安息礼拜日期，高爱单决定了后才公布。在晚上差不多8、9点、10点的时候，其实他还脑筋很清楚，还跟养护中心的人有对话，所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服。然后到了11点多就走了，这样子是在睡梦中走的，对，很安详，很安详。各位先生、各位小姐，我就是文夏，多谢今仔日大家来看我的电影。本名王瑞豪的文夏，1928年出世伫台南。1949年，还搁咧读册时阵，就创作第一首台语歌曲《飘浪之旅》，嘛组乐团演出。伊伫1956年甲台南亚洲唱片合作，后来搁组文夏4姊妹合唱团演台语电影，拢轰动一时。代表歌曲《有黄昏的故乡》、《妈妈请你也保重》、甲迄个小姑娘等等。协会表示，文夏老师伫社会公益嘛付出真济。小巨蛋、新庄体育馆，或者是安养院、养护中心，其实他跟我们走遍了很多的地方。他跟他太太文香手牵着手，然后一起来做公益，其实是非常感动的。文夏伫2004年得到文化总会国宝级佳人奖奖，2012年嘛上颁金曲奖特别贡献奖，2020年又搁得到台北文化奖的特别奖。公司台语台4月17暗时10点会播出宝岛歌王文夏演唱会，请大家做伙来怀念伊的歌声。记者郭文章随台北报道。